民國12年9月中旬，白泥涌兩岸嘅榕樹蘇俾秋風吹到簌簌聲，天色未光透，涌面浮住一層灰白霧氣。呢日正係白泥墟期，方圓10里嘅艇戶、耕田佬同埋趁墟嘅師奶，天蒙光就撐艇或者行田基路嚟到榕樹頭墟場。墟場就喺村口大榕樹底下。賣豬肉嘅張屠戶仲未劏完豬，賣青菜嘅亞四掃已經將一擔水靈靈嘅菜心排好，賣山草藥嘅福伯亦都打開布包，擺出桔梗、土茯苓同埋雞骨草。墟上人聲漸漸旺起，有買有賣，有講有笑，空氣中夾雜住豬油味、濕草味同沖水泥味。賣雜貨嘅陳伯60出頭，白鬢稀疏，成日喺榕樹腳擺個竹席，賣針線、頂針、木梳、鏡盒呢啲細碎家當。呢日佢如常天未光就擔住貨擔到榕樹底，打開竹席，逐樣貨擺好，擺到一半，佢手指掂到一軟物，低頭一睇，原來係條紅繩，約莫快住咁長，繩頭打咗個古怪嘅結，繩尾染住一灘深色嘅跡，望落似舊血，又似墨跡。陳伯拎起條繩，大聲問邊個跌咗繩？旁邊開檔嘅人望兩眼，個個搖頭。陳伯再問多兩聲，趁墟嘅人陸續行過，都話唔係自己嘅。有師奶行埋睇，細聲講紅繩，尋日都唔見有嘅波。陳伯皺眉，咁就奇，我開檔從未見過呢條嘢。佢將條繩拎高啲，繩尾嘅深色跡喺晨光中特別扎眼，圍觀嘅人越嚟越多。喺墟邊賣豆腐花嘅長掃伸長頸望咗一眼，即刻面色發白。哎呀，陳伯你仲揸住呢種結，係死人結嚟㗎。呢句一出，墟上啲人靜咗半刻。死人結呢3個字喺舊時水鄉一帶有種忌諱，話人過身之後用紅繩捆住腳趾公，打嘅就係呢種扇邊死結，用意係鎖住魂魄，唔俾屍身起變化。有老者行近端詳，點頭話長掃講得冇錯，呢個結確實係前腳用嘅死人結，繩尾嗰撻跡，如果係血，怕且唔係人血，係屍水跡。眾人一聽，嘩聲四散，好似條繩有毒咁。離陳伯3步遠，正當眾人議論紛紛之際，人群入面轉出個細路仔，8歲左右，生得瘦削，兩頰有幾粒白麻點，村人都叫佢豆皮仔，大名陳家福。佢阿媽周素係寡婦，靠幫人車衣過活，住喺村尾一間磚木屋。豆皮仔手多多，生性貪靚，見到條紅繩顏色鮮紅，就一手搶過，纏到自己左手手腕，打咗個蝴蝶結，仲舉高手俾人睇，靚唔靚？周素撥開人追到嚟，見個仔已經駁好，又急又惱，死仔，污糟嘢嚟㗎，快啲除咗佢！豆皮仔唔肯，跑咗去墟邊賣糖餅嘅攤檔，周素追極都追唔到。眾人見細路仔貪玩，雖然心入面不安，但亦冇再追問。墟上買賣繼續，只係陳伯將竹席移咗位，遠遠離開原先嗰塊地。陳四根就係喺呢個時候撐艇埋到墟口，佢係榕樹頭村嘅自耕農，兼做艇戶，今年31歲，面上有風吹日曬嘅黑紅，雙手生滿口繭。佢老豆陳大根10年前患咗肺病，無錢醫，拖咗半年就過身。阿媽梁氏今年53，因為長年喺涌邊洗衣曬谷，雙眼俾水氣蒸到視力模糊，夜晚幾乎睇唔到路，日頭都只係模模糊糊見到人影。兩母子住喺涌邊一間杉皮搭頂嘅爛屋，屋內泥地，牆壁係竹搭糊泥，屋頂有2、3處穿窿。落雨要用布頭裝水，4根得2畝薄田，種谷收成唔夠半年食，其餘日子全靠佢撐艇載人過涌，或者去涌口打魚摸蝦賣錢。佢為人老實，唔多出聲。村人話佢似佢阿媽，硬頸但心善。4根將艇纜綁喺榕樹突出嘅氣根上，擔住2條生猛鯉魚上去賣。鯉魚係今朝天未光喺白泥涌口附近嘅深潭打嘅，用草繩穿住，仲識彈下彈下。佢揾個位蹲低等客。旁邊就係賣雜貨嘅陳伯，陳伯見佢嚟到，低聲講：阿根，今日墟上出咗怪事。4根問咩事？陳伯將條紅繩嘅事講完，又指指自己原先擺檔嘅位置，就係嗰度，條繩就放喺地，好齊整，好似專登擺好嘅。4根望過去，地面只係普通泥地，踩到實實，冇任何印記。佢心入面有啲唔舒服，但表面冇講咩，只係應咗句：細路仔貪玩啫，陳伯你唔好亂諗。陳伯搖頭，但願係咁。墟上人多，4根嗰2條鯉魚好快就賣咗，得咗30文銅錢。佢行去米鋪買咗1小包白米，又去鹹魚檔執咗半斤紅衫魚乾，將錢使得七七八八，
反到艇邊，佢見到豆皮仔仲喺墟邊追住其他細路跑，左手腕上條紅繩特別顯眼，喺光線下反出暗紅嘅光，繩尾嗰灘深色織臂衣就遮住，睇唔清楚。四根叫咗聲阿福，返屋企啦，你阿媽周圍揾你。豆皮仔回頭對佢笑咗一下，嗰笑容有啲古怪，嘴角扯得太高，眼神有啲散，但一瞬即逝，豆皮仔又跑開咗。四根以為自己多心，冇再理會，撐艇返屋企。返到屋企，阿媽梁氏正喺屋外嘅土灶煮粥，灶頭用3塊石頭壘成，煲粥嘅瓦煲窿咗半邊。梁氏聽到艇聲，問阿根今日墟上順唔順？四根將米同鹹魚放好，答賣咗2條鯉魚，買咗米同鹹魚。阿媽今日墟上有條紅繩，俾豆皮仔執咗紮手。梁氏原本喺攪粥嘅手停咗一下，問紅繩咩顏色嘅紅？四根話鮮紅，好似染過好多次咁。梁氏皺起眉頭，聲線沉落嚟。阿根，你聽阿媽講，紅繩呢樣嘢千祈唔好近身，尤其係來歷不明嗰種。舊時啲人話紅繩可以引路，亦都可以鎖魂，你唔好理，由得佢。四根見阿媽神色嚴肅，就應承知啦，我都冇掂過。兩母子食完粥，四根執拾漁網，預備下晝去涌口打多幾條魚。梁氏坐喺門口位凳上，摸住雙眼，冇出聲，但眉頭一直冇鬆開。下晝時分，天陰落過一陣小雨，涌面起晒漣漪。四根打完魚返嚟，見到村口榕樹底下聚集咗7、8個師奶，細聲講大聲笑，但笑聲入面有啲尖。佢隱約聽到紅繩、牆角、偷笑呢幾個字，佢停低腳步想聽清楚。其中一個師奶，村中出名多嘴嘅三嬸，見佢企近，即刻收聲，扯住另一個師奶行開。臨走前回頭望咗四根一眼，嗰眼神有啲閃縮。四根心諗，條紅繩嘅事傳開咗，村人開始疑神疑鬼。返到屋企放低魚，四根換咗件乾衫，打算去村尾揾周掃傾兩句，問下豆皮仔有冇唔妥。行到周掃屋企附近，隔籬屋嘅萬福叔企喺門口食水煙，見到四根就招手，阿根，你過嚟。萬福叔60幾歲，以前做過更夫，村中大小事佢都知少少。佢低聲話：你係咪去揾周掃？我勸你唔好去住。四根問點解？萬福叔吐咗口煙，頭先周掃嚟揾我，話豆皮仔下晝瞓醒之後就唔出聲，叫佢又唔應，淨係坐喺床上面對住牆壁，手指喺牆上畫嚟畫去，好似寫字咁。佢手腕條紅繩越勒越緊，周掃想同佢除，一掂條繩，豆皮仔就尖叫，好似俾針吉咁。周掃嚇到走嚟問我有冇符水，我去邊度揾符水俾佢。四根個心一沉，問有冇請大夫。萬福叔搖頭，大夫，你話呢種情況，大夫醫到，村長陳伯公話等陣親自去睇，但佢都話要等天黑先敢去。四根返屋企，將萬福叔嘅說話講俾阿媽聽。梁氏沉默咗好耐，終於開口：阿根，你今晚唔好出去，無論聽到咩聲都唔好出去。四根問阿媽，你係咪知啲咩？梁氏搖頭，我眼蒙，乜都睇唔到，但我耳未聾。舊時我後生，聽過一個古仔，話白泥涌幾十年前有個女人投江，收屍嗰陣腳趾綁住紅繩，之後涌邊就成日有人見到紅影。嗰個女人聽講係被人逼到冇路走。四根追問，咁後來呢？梁氏嘆氣，後來冇人再講，亦冇人敢講。阿根，你記住呢啲舊事，知道得越多越冇好處。入夜之後，白泥涌四周陷入一片死寂，月光被厚雲遮實，涌面黑得像墨。四根瞓喺床上，但點都瞓唔着。佢豎起耳仔聽外面嘅動靜，只聽到風吹樹葉嘅沙沙聲，同埋沖水拍岸嘅輕響。大約到咗子時，佢忽然聽到村尾方向傳來一聲尖銳嘅叫聲，係女人聲。嗰聲好短，好似被人撳住嘴咁。四根即刻坐起身。梁氏喺隔籬床出聲：阿根，唔好出去。四根猶豫：阿媽，好似係周掃把聲。梁氏聲線好硬：你唔准出去。但尖叫聲之後，外面開始有人聲嘈雜，火把嘅光從窗縫透入。四根忍唔住着鞋行出門口，佢見到幾個鄰居已經向村尾跑去，有人拎住燈籠，有人拎住鋤頭。四根跟住跑到周掃屋企門口，見到周掃企喺門檻度，成個震到好似風中落葉，面色青白，
指住屋入面，阿福佢。四根撥開人，行到門口，燈籠光一照，佢見到豆皮仔企喺屋角米缸旁邊，背對門口，面向牆壁，低住頭，雙腳微微分開，企得直一直。佢左手手腕嗰條紅繩喺微弱光線下好似發緊光。豆皮仔對住嗰幅灰黃嘅泥牆，發出嘻嘻聲，聲線又尖又細，完全唔似一個8歲男仔嘅聲，似一個老婦人喺喉嚨底擠出來嘅笑。佢一邊笑，一邊用右手手指喺牆上輕輕畫，畫嘅形狀模模糊糊，好似一個字，又好似一個符。周素喊住想衝入去抱個仔，俾萬福叔扯住，你唔好亂喐。呢種情況，你掂佢可能害咗佢。四根企喺門口，背脊陣陣發涼。佢記起阿媽講嘅頭缸女人，記起梁氏話紅繩可以鎖魂，記起豆皮仔下晝喺墟上嗰個古怪笑容。豆皮仔對住牆角偷笑，牆壁上面乜都冇，只有灰塵同霉斑。佢喺同邊個笑？村長陳伯公終於到咗，佢着住單衣，手持一支鐵做嘅煙桿，面色凝重。佢行到門口望入去，見到豆皮仔嗰個樣，眉頭皺到夾得死形。佢即刻叫人去祠堂攞黃紙、香燭同銅鑼，又吩咐四根：阿根，你後生，手腳快，你去祠堂神台底下揾支桃木劍嚟。我記得細個見過，應該仲喺度。四根問：伯公，桃木劍有用？陳伯公喝道：有用冇用都試下，唔通由得個細路企到天光？四根轉身就跑。祠堂喺榕樹頭正中央，距離周素屋企隔咗半條村。四根跑過漆黑嘅巷道，經過幾間熄晒燈嘅屋，經過榕樹底，月光偶然從雲縫露出一線，照到大榕樹嘅氣根隨風搖擺，好似無數條手臂。佢推開祠堂嘅厚木門，門軸發出吱呀一聲，喺空曠嘅祠堂內回響。祠堂入面黑紋紋，只有神台上兩盞長明燈發出斗大嘅火苗。四根摸到神台底下，果然摸到一條長形硬物，拎出嚟一睇，係支桃木劍，劍身黐滿塵，劍柄有啲裂。佢正想轉身走，祠堂外忽然颳起一陣風，將兩盞長明燈吹到搖搖晃晃，火光幾乎熄滅。神台上嘅祖先牌位被風吹到落一聲移位，其中一塊跌咗落台面。四根心入面打了個突，但佢咬住牙，將桃木劍揸實，頭也不回跑出去，返到周素屋企。陳伯公已經喺豆皮仔周圍灑咗一圈黃紙灰，煙霧槍鼻。佢接過桃木劍，行近豆皮仔，大喝一聲：何方游魂，膽敢擾我村中幼童！還不快快離去！講完揮劍向豆皮仔手腕嘅紅繩一挑，桃木劍尖劃過紅繩，竟然好似劃過鐵線，紅繩紋絲不動。陳伯公再用力一挑，紅繩勒得更緊，豆皮仔嘅手腕皮膚被勒到泛白。豆皮仔突然停咗笑聲，慢慢擰過頭嚟，燈籠光照到佢塊面，所有人同時倒抽一口涼氣。豆皮仔對眼原本黑嘅眼珠變成灰白色，瞳孔散晒，好似塘底撈起嘅死魚眼。佢張開嘴，發出一個沙啞緩慢唔似細路嘅老婦聲線，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我要返屋企。講完呢句，豆皮仔雙眼一閉，成個人軟倒落周素懷中。周素抱住個仔，又驚又痛，喊到聲嘶力竭。陳伯公手震震將桃木劍收回，額頭冒汗，對圍觀嘅村民厲聲講：今晚嘅事邊個講出去，就係同我陳伯公過唔去，全部返屋企，唔准再提。村民陸續散去，個個面色蒼白，細聲議論。四根企喺原地，望住周素抱住昏迷嘅豆皮仔，望住豆皮仔手腕上仍然緊縛嘅紅繩，望住牆角地上嗰堆黃紙灰。佢腦入面反覆浮現豆皮仔轉頭嗰一刻灰白嘅眼珠，同埋嗰句沙啞嘅我要返屋企。邊個嘅屋企？條紅繩引嘅，到底係邊個？佢返到屋企，梁氏仍然坐喺床上冇瞓，聽到佢腳步聲，梁氏問點樣？四根將所見講完，梁氏沉默許久，只講咗一句：阿根，呢件事未完。四根坐到床邊，望住窗外透入嘅微光，天就快光。佢心入面清楚，陳伯公嘅唔准再提，只係暫時壓住村人嘅嘴，壓唔住條紅繩入面嘅嘢。佢諗起阿媽講嘅頭缸女人，諗起師奶們下晝嘅閃縮眼神，諗起萬福叔吐煙時嘅猶豫。條紅繩點解偏偏喺呢個墟期出現？點解偏偏係豆皮仔執到？佢唔信巧合，四根揸緊拳頭，對住窗外漸漸發白嘅天色，心入面起咗一個念頭，佢要自己查清楚。聽日開始，
佢要逐個問，問陳伯，問萬福叔，問村中嘅老人家，就算陳伯公反對，佢都要揾出條紅繩嘅來歷。佢望住旁邊阿媽朦朧嘅眼，再望住自己雙手上嘅口繭，一個耕田撐艇嘅窮人，呢一刻決定咗一條唔返頭嘅路。而佢唔知嘅係，聽日天光之後，白泥湧面會浮起一處紅色嘅女人長髮，涌邊嘅爛舢板上面會出現一對鴛鴦繡花鞋，而村中嘅傳言會比佢想象中更加快蔓延開去。天光之後，白泥湧上嘅霧氣散得比平日慢，四根一夜冇合眼，天未光就起身，推門出外，湧面浮住一層厚厚嘅白霧。對岸嘅竹林隱約只剩個影，佢拎起個木桶想去涌邊打水洗面，行到艇泊嘅位置，就見到隔籬艇戶根叔企喺艇頭，對住涌面指指點點。四根行埋去問根叔睇咩？根叔40幾歲，長年水上生活，面上曬到黑實。佢指住涌邊一重水浮蓮，你睇下嗰度。四根順住佢手指望過去，水浮蓮叢中纏住一處黑色嘅嘢，隨水波浮浮沉沉。根叔用竹篙撥開浮蓮，嗰處嘢飄近啲，竟然係一把女人嘅長頭髮，髮尾散開，髮根齊整，好似俾人用利剪一刀剪落嚟。頭髮濕漉漉，黐住幾片枯葉同青苔，顏色黑得滲人，喺灰白嘅涌水中特別顯眼。根叔皺眉，我喺白泥湧住咗40年，從未見過有頭髮浸喺呢個位置，你話會唔會同尋晚嗰單嘢有關？四根冇答，只係望住嗰撮頭髮，心入面聯想到尋晚豆皮仔對住牆角偷笑嘅畫面，又諗起阿媽講嘅頭光女人。佢問根叔，你記唔記得以前白泥湧有冇女人頭過江？根叔面色一變，壓低聲線，阿根，你唔好亂打聽呢啲舊事，總之呢排你小心啲，夜晚唔好獨自撐艇出涌口。講完，根叔就將艇撐開，好似唔想再傾落去。四根打咗水返屋企，梁氏已經起身，摸住灶頭煲水。四根將頭髮嘅事講俾阿媽聽，梁氏聽完冇出聲，只係將柴火撥大咗啲。隔咗一陣，佢講，阿根，今日你唔好去墟，你去村尾探下周數同豆皮仔，睇下個細路點樣。四根食完2碗粥，換咗件乾淨衫，行去村尾，沿途經過幾間屋，門口坐住嘅師奶見到佢，原本喺剝豆或者補衫，即刻停低手，目光追住佢行，但冇人出聲。三嬸企喺自家門口，見四根行過，佢大聲對隔籬嘅二婆講，聽講尋晚有人見到個紅影企喺涌邊，對住祠堂方向鞠躬波。二婆問，真定假㗎？三嬸斜眼望咗四根一下，我點知，總之有人見到啫。四根知道三嬸講俾佢聽，但佢冇停步，繼續行，去到周數屋企，門虛掩，四根敲門，周數開門，雙眼又紅又腫，面色蠟黃。佢見係四根，讓開身俾佢入。屋入面光線昏暗，豆皮仔瞓喺床上，蓋住一張薄被，面色灰白，嘴唇冇血色。佢左手手腕條紅繩仍然紮住，但似乎比尋晚鬆咗少少。繩尾嗰撻深色即變得更加深，幾乎變黑。四根行近床邊，細聲叫，阿福，阿福。豆皮仔冇反應，呼吸淺而急促，周數哽咽。佢尋晚暈咗之後就冇醒過，天光之前醒過一陣，睜開眼叫咗聲阿媽，但眼神唔清，又瞓反。阿根，你話點算？我請過村口嘅黃大夫，佢嚟睇過，把完脈就搖頭，話唔係病症，佢醫唔到。四根問伯公點講？周數抹眼淚，伯公尋晚走嘅時候話今日會揾人嚟睇，但到而家都未見人。四根行出周數門口，正想轉去揾陳伯公，就見到萬福叔行過嚟。萬福叔今日神情比尋日更加凝重，佢拉住四根到一邊，細聲講，阿根，今朝天光之前，我去涌邊收魚籠，見到啲嘢。四根問咩嘢？萬福叔左右望下，確定冇人，先至講，我見到村尾嗰隻爛舢板上面放咗一對繡花鞋，鴛鴦繡花，鞋面褪晒色，但鞋底好乾淨，好似新擺上去咁。我唔敢掂，行返轉頭之後我再行去睇，對鞋唔見咗。四根記起尋晚阿媽講嘅頭光女人，又問萬福叔，你記唔記得以前白泥湧有個女人頭光？萬福叔面色一沉，沉默咗一陣，然後講，阿根，你唔好再問呢啲事，問得多對你冇好處。佢轉身就走，行得比平日快。四根企喺原地，心入面嘅疑惑越滾越大。佢決定去揾陳伯公，但行到陳伯公屋企門口，見到門鎖住，隔籬嘅阿婆話伯公天未光就出咗門，
話去沙頭墟請人，唔知幾時返。四根冇計，只好返屋企。行到榕樹底，見到幾個後生仔圍埋一堆，細聲講緊嘢。其中一個係村中出名嘅游手好閒阿炳，佢見到四根，大聲問阿根：你尋晚喺祠堂有冇見到咩異樣？四根停步，點解咁問？阿炳故作神秘：我聽講有人半夜見到祠堂嘅長明燈熄咗，但隔一陣又自己着返。你入去嗰陣有冇聞到怪味？四根回想，尋晚入祠堂，確實有陣微微嘅腥味，類似死魚嘅氣味，但佢以為係祠堂潮濕發霉，冇特別在意。阿炳見佢冇答，就同其他後生仔對望，笑咗幾聲，但笑容入面有啲緊張。四根返到屋企，梁氏坐喺門口，摸住塊砧板喺度切鹹魚。佢聽到四根腳步，問豆皮仔點？四根將情況講完，又將繡花鞋同祠堂異味講埋。梁氏切魚嘅手停咗一下，然後繼續切，邊切邊講：阿根，你聽阿媽講，舊時八泥涌有一個艇戶，姓黃，佢哋有個女叫黃四妹，生得靚，但命苦。黃家窮，將個女賣咗去佛山一個大戶做妹仔。嗰個大戶嘅小爺對黃四妹起了色心，搞大咗佢個肚。大戶嘅主母話佢勾引主子，將佢趕出門，連新契都唔還。黃四妹行頭無路，返唔到屋企，又冇人收留，最後喺佛山跳咗江。但奇就奇在，佢屍身漂返八泥涌口，俾人撈起嗰陣，腳趾捆住一條紅繩，打嘅就係死人結。四根聽完，心入面一震：阿媽，你尋晚話唔好講，點解今日又肯講？梁氏嘆氣：因為你已經俾人捲入咗，與其你盲摸摸去撞，不如阿媽話你知個大概。但你要記住，黃四妹嘅事只係傳聞，當年冇人敢證實，因為牽涉到佛山嘅大戶，冇人敢得罪。四根坐低，將阿媽講嘅嘢同尋晚陳伯公講嘅對照。陳伯公話黃四妹俾人賣去做妹仔，之後投江死咗，同阿媽講嘅大致吻合，但當中細節，大戶少爺、主母迫害，有咗身紀，係阿媽講得更加仔細。佢問阿媽：你點知得咁清楚？梁氏沉默片刻，因為嗰時我同黃四妹係同村嘅，細個一齊喺涌邊玩過水。佢俾人賣走嗰日，我仲送過佢一段路。之後聽講佢死咗，我心入面難過咗好耐。四根追問：咁黃四妹嘅屋企人之後去咗邊？梁氏搖頭：黃家得佢一個女，賣咗女之後，黃老伯後悔到病咗，冇幾年就過身。黃伯娘改嫁咗去第二條村，從此冇晒消息。四根將呢啲線索喺腦入面串聯：紅繩、死人結、黃四妹投江、對住牆角偷笑、繡花鞋、女人長髮。佢隱約覺得呢啲嘢全部同黃四妹有關，但黃四妹死咗30年，點解條紅繩會喺呢個時候出現？佢問梁氏：阿媽，黃四妹死嗰陣，有冇人話佢怨氣重？梁氏嘅手終於停咗，佢慢慢將切好嘅鹹魚撥入碗中，聲線變得低沉。有，聽講撈起佢嗰陣，佢對眼係睜開嘅，點都唔埋。收屍嘅婆仔話：咁樣嘅人，魂魄唔肯去，會留喺陽間揾人陪。但之後有人喺佢腳趾捆咗紅繩，打咗死人結，話可以鎖住佢，唔俾佢作怪。之後好多年，八泥涌都冇事。四根問：咁條紅繩呢？捆完之後點處理？梁氏搖頭：呢個就冇人知，正常應該跟住落葬，但黃家窮，連副薄棺都買唔起，聽講係用草席捲住，埋喺涌邊嘅亂葬崗。條紅繩可能跟住一齊埋咗30年嘅紅繩，點解會喺榕樹頭墟場出現？四根越想越覺得奇怪，佢決定下晝去沙頭墟揾陳伯公，問清楚佢請咩人，順便打聽多啲黃四妹嘅舊事。但佢未出門，村入面又爆出新嘅傳言。三嬸嘅新抱阿蓮跑嚟揾梁氏，氣都未喘勻就話：四根數，你知唔知？今朝有幾個去涌口打魚嘅後生，見到涌面有個紅色影浮下，初時以為係水浮蓮，撐近啲一睇，竟然係一件紅色衫。但佢哋用竹篙一撩，件衫就沉咗落底，撈唔返。梁氏問：咩款嘅衫？阿蓮答：聽講係舊式嘅大襟衫，染到好紅嗰種，三角有繡花。四根聽到呢度，心入面更加肯定，呢啲怪事一件接一件，全部都指向同一個人，黃四妹。佢問阿蓮：阿炳佢哋有冇見到？阿蓮話：就係阿炳講出嚟㗎，佢喺村口講到口水花噴噴，話嗰件紅衫係水鬼嘅衫，
着住嘅人會浮唔起，沉落去就係揾替身。梁氏聽到揾替身3個字，面色一變，對四根講：阿根，你今日唔准出去打魚。四根應承，但心入面嘅決定已經成型。下晝，四根趁梁氏瞓晏覺，偷偷撐艇去沙頭墟。佢沿途留意沖面，沖水今日特別渾濁，好似俾人攪過底嘅泥。撐到半路，經過一個彎位，佢見到岸邊一棵老柳樹底下，有一個着灰色長衫嘅男人，戴住竹笠，坐喺石頭上，面向沖水，一動不動。四根望多兩眼，嗰個人好似感教到佢目光，微微側頭，竹笠遮住大半塊面，只露出一個瘦削嘅下巴。四根冇停艇，繼續撐過去，但佢心入面記住咗呢個人嘅身影，因為呢條路平日好少人會坐喺嗰個彎位。去到沙頭墟，四根揾勻成個墟，都揾唔到陳伯公。佢問墟上賣涼茶嘅陳伯公係咪嚟過，賣涼茶嘅話朝早見過，但之後走咗，唔知去邊。四根冇辦法，只好反轉頭，撐到黃昏，天色漸暗，沖面起咗風，吹到水草沙沙響。四根撐到近榕樹頭，遠遠就見到周素企喺沖邊，對住佢揮手。四根撐近，周素嘅臉色比朝早更加差，佢幾乎係喊住講：阿根，阿福佢又起身啦。四根連忙跳上岸，跟住周素跑返屋企，入到屋，豆皮仔企喺床邊，仍然面向牆壁，但今次佢冇偷笑，而係用右手手指喺牆上慢慢寫字。牆上隱約見到幾個歪歪斜斜嘅筆畫，好似一個水字，又好似一個回字。豆皮仔嘅嘴唇微微開合，發出細細嘅氣聲。四根苦意去聽，聽到佢不斷重複2個字：返去，返去。周素抱住頭蹲喺角落，崩潰咗。四根望住豆皮仔，又望住牆上嗰個模糊嘅字，心入面嘅恐懼漸漸被一種倔強取代。佢行出門口，望住外面漸漸變黑嘅天色，決心聽日天未光就去揾村中唯一可能知道更多嘅人。住喺涌口最遠，獨自過活嘅老艇戶哈叔。哈叔今年70幾，係白泥涌最老嘅水上人。佢一定知道黃四妹當年嘅事。四根知道呢條路佢非行不可，即使前面有咩等住佢。第2日天都未光透，四根就醒咗。佢冇驚動阿媽，輕手輕腳將艇撐離岸，向白泥涌下游嘅涌口方向撐去。呢條水路平日佢行慣行熟，但今日天色陰沉，口雲壓到好低，涌面連雀仔都唔多見，淨得只聽到槳片撥水嘅聲。四根撐咗大半個時辰，經過2個彎位，先到涌口附近一片密集集嘅水溶叢。哈叔就住喺嗰度一條舊彈艇上面。哈叔係白泥涌資歷最老嘅水上人，聽講佢後生時喺珠江大涌揾食，年紀大咗先返白泥涌落腳。佢無兒無女，老伴早走，多年來獨自一人，靠放幾口蝦籠捉毛蟹同河蝦過活。村人同佢打交道唔多，因為佢脾氣古怪，唔中意人哋多問。但四根同佢算有啲交情，每逢四根打到多魚，都會留2條俾哈叔。哈叔亦間中教佢邊個涌灣有魚群。四根將艇泊近彈艇，輕聲叫：哈叔。哈叔起身未？彈艇嘅艙篷掀開一橛，露出哈叔一張皺到像核桃嘅老臉，眼白泛黃，但眼神仲好精。哈叔見到係四根，冇出聲，只係點下頭，示意佢上艇。四根跳上彈艇，哈叔喺艙入面摸出個瓦煲，倒咗碗凍茶遞俾佢，然後自己坐喺艇頭，捲起支水煙，點着。四根接過茶飲咗半碗，斟酌咗一陣，終於開口：哈叔，我今日嚟係想打聽一個人。哈叔吸咗口水煙，冇應。四根繼續講：我想打聽黃四妹。哈叔嘅手停咗一下，煙從佢鼻孔噴出。過咗一陣，佢先至講：邊個叫你嚟問？四根話：冇人叫我嚟，係我自己想查。村入面出咗啲怪事，我懷疑同佢有關。佢將紅繩、豆皮仔、長頭髮、繡花鞋嘅事簡略講完。哈叔由頭到尾冇打斷，只係一邊聽一邊食水煙，煙霧喺佢面前繞。等四根講完，哈叔將水煙筒放低，沉默咗好耐，久到四根以為佢唔會答。終於哈叔開口：黃四妹，我識得。佢細個嗰陣，我成日喺涌口見到佢同啲細路玩水。黃家窮，但個女乖巧，肯幫手做家務。黃老伯當佢係心肝，後來黃老伯病咗，屋企揭唔開鑊，逼不得已將個女賣去佛山。賣走嗰日，黃四妹喊到死去活來，黃伯娘抱住佢唔放手，但黃老伯跪喺度求佢哋，話唔賣女，全家都要餓死。
最後黃四妹俾人帶走咗，黃伯娘喊到暈低。哈叔講到呢度，又拎起水煙吸咗一啖。四根追問：咁佢喺佛山發生咩事？哈叔嘅眼神變得陰沉。聽講係俾大戶嘅少爺糟蹋咗，大戶嘅主母嫌佢污糟，趕佢出門，連工錢都冇俾。佢身無分文，有咗身己，行頭無路，喺佛山嘅大涌邊坐咗成日，最後跳咗落去。但奇就奇喺佢嘅屍身冇順水流去下游，反而逆水漂返白泥湧口。撈起嗰陣，佢對眼係睜開嘅，啲人話佢唔眼閉。後來有個收屍婆話要打個死人結捆住佢腳趾，先至鎮得住。但條紅繩係邊個提供嘅，就冇人知。捆完之後，黃老伯用草席捲住佢，埋咗喺涌邊嘅亂葬崗。四根問亂葬崗即係邊個位？哈叔指指涌口北面一片長滿芒草嘅坡地，就係嗰度。不過幾十年前已經平咗，起咗間土地廟。四根將呢啲資料記實，又問哈叔：你知唔知當年捆腳嘅紅繩係邊個俾出嚟？哈叔皺眉，想咗好耐。收屍婆叫六嬸，住喺沙頭墟，早死咗好多年。至於條繩，我隱約記得有人講過，條繩係黃伯娘嘅。黃伯娘出嫁時有一條紅頭繩，係佢阿媽留俾佢嘅，佢一直收喺枕頭底。黃四妹死後，黃伯娘將條紅頭繩拎出嚟，交俾六嬸用來捆腳。黃伯娘話呢條繩係佢唯一值錢嘅嘢，用來送個女最後一程。四根心入面一緊，即係話條紅繩本來係黃伯娘嘅嫁妝。哈叔點頭，傳聞係咁，但條繩跟住黃四妹一齊埋咗。點解會喺30幾年後重現人間？呢個我就答唔到你。四根問完黃四妹嘅事，準備告辭。哈叔忽然叫住佢：阿根，你查呢件事要小心。當年黃四妹死後，白泥涌有一排好唔太平。有人話夜晚見到紅影喺涌面行，有人話聽到女人喊聲。之後村長請咗個道士嚟做過一場法事，先至平靜落嚟。嗰個道士做完法事之後，同村長講咗一句話：繩在人在，繩斷怨生。當年村長冇同人講呢句話，我係因為送個道士出涌口，佢臨走前同我講嘅。四根反覆念住呢句：繩在人在，繩斷怨生。哈叔點頭，意思應該係條紅繩捆住黃四妹嘅腳趾，就等於鎖住佢嘅怨氣。如果條繩離開咗佢嘅墳，或者斷咗，怨氣就會重新散出來。四根問：咁而家條繩喺豆皮仔手腕上？哈叔嘆氣：你明白啦，你最好快啲揾到辦法，將條繩送回原位，否則豆皮仔條命同埋成條白泥涌都未必安寧。四根告別哈叔，撐艇返榕樹頭。佢心入面比嚟時更加沉重，但亦多咗幾個明確嘅方向。佢決定先去亂葬崗舊址，即係而家嘅土地廟，睇下黃四妹嘅墳仲有冇痕跡。撐到半路，經過尋日見到灰色長衫男人嗰個彎位，四根特登望多兩眼。老柳樹底下空無一人，佢以為自己多心，繼續撐到近榕樹頭。佢遠遠見到村口大榕樹底下聚集咗10幾個村民，比尋日墟期仲要多人，個個面色緊張，嘈嘈閉。四根拍好艇行埋去，見到村長陳伯公企喺人群中間，旁邊企住一個盲眼嘅瘦削老人，年約60，身穿灰布長衫，手持一支黑漆漆嘅盲公竹，竹頭包住銅箍，望落有啲年份。盲眼老人眯埋眼，面向人群，一動不動。陳伯公見四根行到，招手叫佢埋去，細聲講：阿根，呢位係沙頭墟嘅盲公陳師傅，我專程請返嚟嘅，佢對呢啲陰陽事好有經驗。四根望住盲公陳，心入面打了個突，呢個盲眼老人嘅身形竟然有啲似佢尋日喺灣位見到嗰個灰色長衫嘅男人，但嗰個人戴住竹笠，佢睇唔清楚，唔敢肯定。盲公陳好似咁教到佢嘅目光，微微側頭，用空洞嘅眼窩朝向四根，開口講：後生仔，你面色唔好，呢幾日有冇掂過污糟嘢？四根搖頭：我冇掂過條紅繩。盲公陳點頭：冇掂就好，帶我去睇下嗰個細路。一行人行去周嫂屋企，周嫂開門，見到咁多人，嚇咗一跳。盲公陳拄住盲公竹行入屋，佢雖然盲眼，但行得好穩，好似對屋入面嘅佈局有數。佢行到豆皮仔床前，豆皮仔仍然昏睡，面色比尋日更加蒼白，嘴唇泛紫。盲公陳冇用手摸，只係俯低頭，用鼻湊近豆皮仔嘅左手手腕，深深吸咗幾下氣，然後面色微變。佢企直身，對陳伯公講：係屍油煉繩，繩上面嘅黑跡唔係血，係屍油。
煉繩嘅人應該係用死人嘅脂肪提煉，再浸染紅繩，等條繩帶住亡魂嘅怨念。呢種手法唔係普通術士識得，起碼要有10幾年陰陽功底。陳伯公問師傅有冇得解？盲公陳沉吟片刻，有，但難。首先要揾到條繩嘅源頭，知佢原本駁住邊個，其次要揾到當年捆繩嘅人，或者至親先可以解開。四根喺旁邊聽到，即刻話：師傅，我已經打聽到，條繩可能係30年前白泥涌一個頭江女人黃四妹嘅。盲公陳轉向佢：你點知？四根將哈叔講嘅話複述一次，包括黃伯娘嘅紅頭繩、收屍婆六嬸、亂葬崗同土地廟。盲公陳聽完，用盲公竹敲咗3下地，咁就啱了。後生仔，你帶我去土地廟。四根帶路，盲公陳、陳伯公同幾個膽大嘅後生仔跟住，一行人行去涌口北面嗰座土地廟。土地廟好細，只係用磚石砌成一個龕，入面供住土地公同土地婆嘅泥像，香爐插住幾支舊香腳。盲公陳行到廟前，用盲公竹喺地面周圍點到廟右側一塊泥地。竹頭點下去嘅聲同其他地方唔同，有啲空洞。盲公陳蹲低身，用手撥開地面嘅落葉同浮土，露出下面一塊殘舊嘅青石板。佢叫四根將石板撬起，四根同另外2個後生仔合力，用鐵枝將石板撬開。石板下面係一個淺坑，坑入面乜都冇，只有一啲黑色嘅泥土同埋幾片腐爛嘅草席碎片。四根問：係咪黃四妹嘅墳？盲公陳伸手摸咗一下黑泥，放喺鼻前問：係呢度，但屍骨已經俾人移走咗。陳伯公大驚：移走？邊個會移走一副30年前嘅枯骨？盲公陳冇答，佢繼續摸索，喺坑底摸到一樣嘢，係一小塊紅色嘅布碎，布碎邊緣燒過，焦黑咗大半。佢將布碎遞俾四根，呢塊嘢同條紅繩同一種染色，睇嚟有人早過我哋一步嚟過呢度。四根接過布碎，手心一陣冰涼。佢望住土地廟前嗰片空蕩蕩嘅泥地，心入面浮起一個疑問：黃四妹嘅屍骨俾人移去邊度？移骨嘅人又係邊個？陳伯公面色鐵青，對盲公陳講：師傅，呢件事越搞越大，我驚控制唔住。盲公陳拄住盲公竹站起身，面色凝重：控制？陳伯公，呢件事從頭到尾就唔係你控制到㗎。條紅繩重新出現，屍骨被移，證明有人刻意想放黃四妹嘅怨氣出嚟。呢個人一定同黃四妹有深仇大恨。你哋白泥涌30年來有冇邊個同黃家結過怨？陳伯公皺眉苦思，過咗一陣，佢遲疑咁講：黃家當年窮，同村人來往唔多。要話結怨，我淨係記得黃四妹賣去佛山，中間有個媒人婆牽線，個媒人婆叫金姑，係沙頭墟嘅人，貪錢貪到出晒面。黃家賣女，佢抽咗唔少水。之後黃四妹死咗，金姑經人揾佢算賬，搬走咗，唔知去向。盲公陳敲下盲公竹：金姑，呢條線要追。後生仔，你去沙頭墟打聽金姑嘅下落，記住低調，唔好張揚。四根應承。佢望住手中嗰塊焦黑嘅紅布碎，再望住空蕩蕩嘅墓坑，心入面明白，佢追查嘅唔止係一條紅繩，而係一段被人刻意埋葬咗30年嘅血債。而呢筆債嘅債主似乎已經等唔切，要親自上門嚟收。四根返到屋企，將塊焦紅布碎用塊舊布包好，收喺枕頭底。梁氏聽到佢返嚟，問佢去咗邊。四根只係話去咗幫哈叔整艇，冇講實情。梁氏冇追問，但四根知阿媽心裏有數，只係唔出聲。第2日天光，四根撐艇去沙頭墟打聽金姑。沙頭墟比白泥墟大，鋪頭多，人流雜。四根先揾賣涼茶嘅福伯，福伯喺沙頭墟擺檔幾10年，人面廣。四根裝作唔經意問福伯：你記唔記得以前呢度有個媒人婆叫金姑？福伯原本喺木碗，聽到金姑個名，手停咗一下，反問：你揾金姑做咩？四根話：我阿媽想打聽一個人嘅舊事，話金姑可能知。福伯望下四根，壓低聲：金姑早搬走咗落，10幾年前就走咗，聽講去咗順德，跟個遠房親戚住。不過呢條線你唔使追，金姑呢個人口疏手密，貪錢貪到冇朋友，當年做媒人搞出唔少是非，你打聽佢，小心惹麻煩。四根再問：順德邊度知唔知？福伯搖頭：冇人知，佢走得好急，連家私都冇點搬。四根失望而回，撐艇返程途中，
佢一路諗，金菇失咗蹤，黃四妹嘅屍骨俾人移走，條紅繩又嚟歷不明，線索好似斷晒。但佢諗起哈叔講過，紅繩係黃伯娘嘅嫁妝，黃伯娘改嫁去咗第二條村，黃伯娘應該係最清楚條繩來歷嘅人。佢決定翻去問阿媽，黃伯娘改嫁去咗邊條村。返到屋企，四根問梁氏：阿媽，你記唔記得黃伯娘改嫁去邊度？梁氏諗咗一陣，聽講嫁去咗南邊嘅陳村，嫁俾一個夫，姓劉，種菜為生，但都係幾十年前嘅事，唔知仲喺唔喺度。四根心入面記住陳村，姓劉，種菜呢幾個字。陳村距離白泥涌約莫大半日水路，撐艇去要經過幾個涌口，轉入一條小河涌。四根同阿媽講話要去陳村揾一個舊相識問啲魚苗嘅事，梁氏冇懷疑，只係叫佢早去早回。四根帶咗幾塊餅同水，天未光就出發，沿途水道狹窄，兩岸竹林密到遮住日光，沖水綠得發黑。佢撐到近午，先至到陳村。陳村細過榕樹頭，得10幾戶人，都係種菜同養魚為生。四根泊好艇，行入村，見到一個老伯喺菜田淋水，就上前問：阿伯，請問呢度有冇一戶姓劉嘅人家？以前係種菜嘅。老伯抬頭望佢，姓劉，得一家，村尾嗰間屋就係。不過劉伯上年過身咗，佢老婆仲喺度，但身體唔好，好少出門口。四根道謝，行去村尾。村尾間屋係一間低矮嘅青磚屋，屋頂鋪瓦，門口種咗幾棵蕉樹。四根敲門，等咗一陣，門打開一條縫，露出一個老婦人嘅半邊面。老婦人年約70，頭髮全白，面上皺紋深如刀刻，眼神灰蒙，但望落仲清醒。佢用沙啞嘅聲線問：你揾邊個？四根禮貌咁講：請問你係咪黃伯娘？我係白泥涌榕樹頭村嘅陳四根，我阿媽梁氏以前同你識得。老婦人聽到白泥涌3個字，面色變咗一變，但佢冇關門，只係將門拉開多啲，示意四根入屋。屋入面光線昏暗，家私簡單但整齊。黃伯娘叫四根坐低，倒咗碗水俾佢，自己坐喺對面嘅矮凳上。佢望住四根，聲線有啲緊：你係梁氏個仔，你阿媽而家點？四根話：阿媽身體還好，只係眼蒙咗。伯娘，我今日嚟係想請教你一件事，關於你條紅頭繩。黃伯娘聽到紅頭繩3個字，雙手明顯震咗一下，碗入面嘅水都潑出少少。佢沉默咗好耐，先至講：條繩你點知？四根將豆皮仔同紅繩嘅事簡略講完，又將佢追查嘅過程講埋，包括哈叔嘅說話、土地廟空墳同埋焦黑嘅報稅。黃伯娘一路聽，面色一路變，由灰白轉為青白。等四根講完，佢雙手揸住隻碗，指節發白。黃伯娘終於開口，聲線低沉而顫抖：條紅頭繩係我阿媽留俾我嘅嫁妝，我嫁俾黃老伯嗰日，佢親手將條繩紮喺我邊上。後來四妹出世，我話等佢大個女，就將條繩傳俾佢，但四妹未大，就俾人賣走咗。四妹死後，我將條繩交俾收屍婆六嬸，用嚟捆住四妹嘅腳趾。我心想，條繩係我唯一可以送俾個女嘅嘢，捆住佢，等佢唔好孤零零淡去。佢講到呢度，眼淚無聲咁流落嚟。佢抹咗一下，繼續講：我改嫁之後，冇再返過白泥涌，因為我對唔住四妹，我冇能力留住佢。但我每年都會去沙頭墟嘅觀音廟，幫四妹上香，求菩薩保佑佢早登極樂。直到幾年前，我去上香嗰陣，有個女人行埋嚟同我講，佢話四妹嘅墳俾人掘過，枯骨俾人移走咗，條紅繩都唔見咗。我問佢係邊個，佢唔肯講明，只係話佢係以前白泥涌嘅人，叫我唔好再查。四根追問嗰個女人，你記唔記得佢嘅樣？黃伯娘搖頭，佢笠住頭巾，遮住大半塊面，我只記得佢把聲有啲沙，手上有個銅手鐲。四根將呢個特徵記住，又問伯娘，你覺得有邊個會移走四妹嘅屍骨？黃伯娘沉默咗好耐，然後講：當年四妹投江，村入面有傳言，話佢唔係單純自盡，而係俾人逼到冇路走。嗰個逼佢嘅人，除了佛山嗰個少爺同佢阿媽，仲有一個人，就係金姑。金姑當初誇口話佛山嗰份工好，有食有住，四妹先至肯去。但事實係金姑收咗大戶嘅錢，將四妹賣咗去做賤婢。四妹死後，金姑驚皇家追究，即時搬走。有人話金姑走之前同人講過一句話，佢係自己跳嘅，關我咩事？
呢句話傳開之後，村人更加鄙視金姑。四根問：你覺得金姑會唔會反嚟移骨？黃伯娘搖頭：金姑貪錢，但佢冇咁大膽。移骨呢種事，一定要有人識得陰陽術數先做得到。金姑只係個媒人婆，佢冇呢個本事。四根心入面理順緊，移骨嘅人一定係同黃四妹有仇，同時又識得術數。呢個人會唔會就係練屍游紅繩嘅人？佢問黃伯娘：伯娘，四妹當年被捆腳嘅時候，除咗六嬸之外，仲有邊個喺場？黃伯娘諗咗好耐，嗰日除咗六嬸，仲有黃老伯同我，同埋村長陳伯公。陳伯公係村長，呢啲事佢一定要在場監證。另外，好似仲有一個後生係幫手掘坑嘅，但佢全程冇出聲，我唔記得佢個樣。四根記住呢個幫手掘坑嘅後生，又問伯娘：你覺得陳伯公會唔會知得比佢講嘅多？黃伯娘嘆氣：陳伯公呢個人口蜜心精，佢做村長幾十年，乜嘢事都知，但從來唔會主動講。佢話得俾你知嘅，就係佢想你知嘅。佢唔講嘅，你點問都冇用。四根想起陳伯公尋日喺土地廟嘅反應，佢見到空墳嗰陣嘅震驚，似乎又唔似作假。四根告辭黃伯娘，撐艇返白泥涌，返到榕樹頭已經係黃昏，天色暗落嚟。佢泊好艇，行經村口，見到盲公陳企喺大榕樹底下，面向沖水，一動不動。四根行過去打招呼：陳師傅。盲公陳微微側頭：後生仔，你去咗陳村？四根一驚：師傅你點知？盲公陳用盲公竹點下地面：你身上有菜田嘅泥味，仲有蕉葉嘅清氣，陳村先至有咁多蕉樹。四根暗暗佩服，將今日打聽到嘅嘢全部講俾盲公陳聽，包括金姑失蹤、黃伯娘遇到嘅神秘女人、幫手掘坑嘅後生。盲公陳聽完，用盲公竹敲咗3下地，聲線沉穩。金姑呢條線未必斷，佢去順德係有人放嘅風。你聽日再去沙頭墟揾一個賣魚乾嘅駝背佬，佢叫蛋叔，以前同金姑住隔籬，佢一定知金姑真正嘅去向。四根問：蛋叔肯講？盲公陳嘴角微微牽動一下：你同佢講係盲公陳叫你去嘅，佢自然會講。四根應承，但佢心入面同時浮起一個更急切嘅疑問：金姑雖然可能知多啲內情，但移骨同練繩嘅人似乎唔係佢，個幕後黑手到底係邊個？佢望住盲公陳嘅側臉，心入面隱約覺得呢個盲啞老人似乎知道得比佢講嘅多。但四根暫時冇證據，只將呢個疑團收喺心底。夜晚返到屋企，四根將今日所得寫喺一張草紙上：黃伯娘嫁妝紅繩，金姑賣女抽水，神秘女人報信，掘坑後生。盲公陳似有隱瞞，佢將草紙摺好收埋。瞓覺前，佢行出門口望一眼涌面，月光照到涌水泛出銀光，平靜如鏡。但四根知道呢面鏡底埋住一條人命嘅血，同埋一個等咗30年嘅復仇。佢合埋眼，豆皮仔對住牆角偷笑嘅畫面又浮現。佢揸緊拳頭，決心聽日一定要叫開蛋叔把口，揾到金姑，再順藤摸瓜揾出移骨嘅人。而佢唔知嘅係，聽日佢會喺沙頭墟遇到一個佢意想不到嘅人。呢個人會將成件事推向更深嘅漩渦。潮頭早又落過一場小雨，白泥涌面起咗一層薄薄嘅水氣。四根食完粥就撐艇去沙頭墟，記住盲公陳講嘅話，去墟尾揾賣魚乾嘅駝背佬蛋叔。沙頭墟今日唔係大墟期，人流稀疏。四根好快就揾到蛋叔嘅檔口，一架木頭車，上面鋪滿鹹水魚乾同蝦乾，散發出濃烈嘅腥味。蛋叔年約60，背駝得好犀利，幾乎彎到90度，但手腳仲好靈活。四根行埋去，低聲講：蛋叔，係盲公陳師傅叫我嚟嘅。蛋叔原本喺撥弄魚乾，聽到盲公陳個名，抬頭望咗四根一眼，然後若無其事咁繼續做嘢，嘴入面細聲講：問咩？四根話：我想打聽金姑真正嘅去向。蛋叔停咗手，左右望下，確定冇人注意，先至壓到聲線極細。金姑冇去順德，嗰個係佢放嘅風。佢實際上匿埋喺西南墟，租咗間屋，隱姓埋名，仲係做媒人，但唔再用金姑呢個名，改叫七數。西南墟集，人面複雜，亦藏身。你揾到佢，唔好話係我講嘅。四根記實西南墟、七數呢兩個關鍵。佢道謝完，即刻撐艇轉向西南墟。西南墟比沙頭墟大得多，係附近幾個鄉鎮嘅主要墟市。艇泊滿晒涌邊，人來人往。四根唔識路，
逐個檔口問有冇人識得七數，問咗大半個時辰，終於有個賣針線嘅婦人話：七數，佢住喺墟後街尾嗰間屋，門口有棵龍眼樹，不過佢好少出街，你要揾佢就趁午後去。佢通常喺屋。四根行到墟後街，果然見到一家門前種住龍眼樹嘅青磚屋。佢敲門，過咗一陣，門內傳來一個女人聲：邊個？四根答：我係白泥涌嘅人，想請教七數一件事。門內沉默咗一陣，然後門打開一條縫，露出一個圓面闊嘴嘅婦人，年約60，眼神精明，上下打量四根。四根認得佢面上嗰種士氣，同傳聞中嘅金姑吻合。四根直接講：金姑，我嚟係想問黃四妹嘅事。婦人面色即刻變咗，想關門。四根一手頂住門框，語氣硬咗：我唔係嚟追究你，但而家白泥涌出咗事，黃四妹嘅紅繩重現，豆皮仔一個細路俾佢纏上，就快冇命。你當年經手賣黃四妹，一定知得最多。你唔講，條人命你擔唔擔得起？金姑面色由白轉青，手震震啖將門打開，讓四根入屋。屋內陳設普通，但角落有個神龕，供住觀音像，香爐有香灰。金姑坐低，雙手互揸，過咗一陣先開口：黃四妹係我經手賣嘅，當年佛山周家嘅管家嚟揾我，話要買一個乾淨嘅妹仔，話係服侍老夫人，食住好。我信咗佢，就同黃家講，話係份好工，但實際上周家買妹仔係俾少爺玩嘅，周家少爺有錢有勢，玩完就趕走，冇人敢出聲。黃四妹入去唔夠3個月就俾人搞大咗肚，周家主母話佢唔知廉恥，趕佢出門，連衫都冇多件。之後黃四妹跳咗江，我驚到幾晚瞓唔着，但周家勢力大，我敢出聲就係自尋死路，所以我搬走咗，改名換姓。四根問：你知唔知黃四妹嘅屍骨俾人移走咗？金姑瞪大眼：移骨？邊個做嘅？四根將土地廟空墳嘅事講完，金姑面色更白。點會有人移佢嘅骨？除非……佢停咗口，好似諗到咩。四根追問：除非咩？金姑咬牙：除非係周家嘅人。周家少爺叫周世雄，佢阿媽周老夫人極信風水，佢哋屋企有養一個陰陽先生，專門幫佢哋睇陰宅、鎮家宅。黃四妹死咗之後，周老夫人驚黃四妹嘅怨氣會纏住周家，曾經叫過個陰陽先生去白泥涌做過一場法事，但嗰陣我已經走咗，唔知佢哋做過咩。四根心入面一震，陰陽先生呢個人極有可能就係煉屍油紅繩同移骨嘅人。四根再問：你記唔記得嗰個陰陽先生嘅樣？金姑搖頭：我冇見過，只聽過佢姓司徒，人稱司徒先生，專幫有錢人睇風水、做陰事，出名心狠手辣，但佢行蹤不定，好少人知佢住邊。四根將司徒先生、周家、周世雄呢幾個銘記喺心，告辭金姑。出到門口，外面天色已經暗咗，烏雲聚攏，好似就快落大雨。佢急步行去涌邊，準備撐艇返白泥涌，但行到涌邊，佢見到自己隻艇旁邊企住2個人，一個係村中嘅阿炳，另一個係個陌生嘅壯漢，着住短打，腰間插住一把柴刀。阿炳見到四根，面色有啲尷尬，但佢身邊嘅壯漢行前一步，擋住四根嘅路，大聲問：你係咪陳四根？四根停步：係，做咩？壯漢冷笑：我係周家嘅人，我家少爺請你過佛山傾幾句。四根心一沉，周家咁快就收到風，佢企喺原地，腦筋急轉。壯漢見佢唔喐，伸手想捉佢膊頭，四根側身避開，退後一步，大聲話：我唔識你哋周家，亦冇嘢好傾。壯漢面色一沉：唔好敬酒唔飲飲罰酒。佢一手伸向腰間柴刀，就喺呢個時候，涌邊嘅竹林後面傳來一個沙啞嘅聲線：周家好大威風，喺人哋地頭喐手。四根同壯漢一齊望過去，竹林後面慢慢行出一個人，灰布長衫，手持黑漆盲公竹，正係盲公陳。佢雖然盲眼，但行得穩穩，竹頭點地嘅節奏同平日一樣，不慌不忙。壯漢見到盲公陳，面色微變：你係邊個？盲公陳行到四根身邊，對住壯漢嘅方向，聲線平靜但帶住威嚴：你翻去同周世雄講，就話盲公陳講嘅30年前嘅債，30年後要還，唔係用刀就可以擋得住。佢請得喐司徒先生，唔代表佢請得喐天理。壯漢聽到盲公陳3個字，明顯退咗一步，同阿炳對望一眼，然後對四根丟低一句：
你哋走唔甩嘅，就轉身同阿炳快步離開。四根鬆咗口氣，轉向盲公陳：師傅，你點解會喺度？盲公陳用竹頭點下地：我算到你今日會遇到麻煩，呢條線越揭越深。周家已經知道你喺查黃四妹嘅事，佢哋唔會坐視不理。四根問：師傅，你識得周家？盲公陳沉默片刻：我後生時喺佛山住過，同司徒先生打過交道，佢係個有術無德嘅人，為錢乜都做得出。黃四妹嘅紅繩，極有可能係佢練嘅。佢練繩嘅目的，唔止係鎮住黃四妹嘅怨氣，更加係要將黃四妹嘅魂魄練成佢嘅工具，等佢可以驅使。但後來唔知點解，條繩冇收到佢手上，反而流落咗出嚟。而今條繩纏上豆皮仔，可能係司徒先生刻意為之，亦可能係意外。但無論如何，佢一定唔會俾你破壞佢嘅計劃。四根問：佢計劃係咩？盲公陳搖頭：我暫時估唔到，但你今晚翻去要小心，周家嘅人會嚟白泥涌。四根撐艇載住盲公陳返白泥涌，返到榕樹頭已經係戌時，天全黑，涌面黑濛濛。四根拍好艇，送盲公陳去陳伯公屋企。陳伯公開門，聽到周家派人截四根，面色一變，即刻叫人加強村口巡邏。四根返到屋企，梁氏已經瞓咗，佢坐喺床上，心潮翻滾。司徒先生、周世雄、練繩、移骨、纏身，所有線索似乎開始收緊，但仲有好多細節未明。佢拎出嗰張草紙，喺上面加咗幾個字：司徒先生、周家，練繩為工具。然後將草紙收好，正當四根準備熄燈瞓覺，外面忽然傳來急促嘅拍門聲。四根開門，見到周素企喺門口，滿面驚恐，喘住氣講：阿根、阿福，阿福佢醒咗，但佢講嘅嘢，你嚟睇下。四根即刻跟周素跑去佢屋企，入到屋，豆皮仔坐喺床上，對眼睜開，但眼珠仍然係灰白色，面色比之前更加青。佢望住門口方向，嘴入面不斷重複一句話：司徒，司徒嚟接我，司徒嚟接我。四根聽到司徒兩個字，背脊一陣寒意。佢行近床邊，大聲問：阿福，邊個係司徒？豆皮仔嘅頭慢慢轉向佢，灰白嘅眼珠對住四根，聲線突然變回嗰個老虎嘅沙啞。佢話要帶我翻去周家。講完呢句，豆皮仔雙眼一閉，又暈過去。四根企喺床邊，手心出汗。司徒先生要帶黃四妹嘅魂魄返周家，目的係咩？佢望住昏迷嘅豆皮仔，心入面有一個極度不安嘅預感。司徒先生練繩，可能唔止係鎮魂，佢係要用條繩做引，將黃四妹嘅魂魄催谷成一個可以聽佢指令嘅陰靈。而家條繩纏住豆皮仔，佢隨時可以透過條繩控制豆皮仔，甚至係借豆皮仔嘅身體嚟做嘢。呢個計劃，周家一定知情，甚至係佢哋出錢請司徒先生做嘅。但周家點解要等到30年後先喐手？四根諗到一個可能，周家嘅風水或者氣運可能開始衰敗，佢哋需要用黃四妹嘅怨氣嚟做某種法事，扭轉運勢。而豆皮仔只係呢場法事嘅祭品。四根行出周素屋企，外面開始落雨，雨點打喺瓦面上，發出密集嘅聲響。佢企喺雨中，任雨水淋濕衫，對住漆黑嘅天，心入面暗下決定。聽日一定要揾到司徒先生嘅藏身之處，喺佢喐手之前阻止佢。而佢同時明白，盲公陳嘅出現絕對唔係巧合，呢個盲眼老人背後肯定仲有冇講出嚟嘅嘢。聽日佢要同盲公陳攤開嚟講。雨落咗成夜，到天光先至細返。白泥涌嘅水位漲咗半尺，沖水黃濁，夾雜住上游沖落嚟嘅樹枝同雜草。四根一夜未眼，天光就換咗件乾衫，去陳伯公屋企揾盲公陳。佢到嘅時候，盲公陳正坐喺廳度飲茶，陳伯公坐喺對面，兩人冇出聲。廳入面只有茶盅蓋同碗邊碰撞嘅輕響。四根行入去，企喺盲公陳面前，直接問：陳師傅，我知你重有事冇講。盲公陳放下茶盅，用盲公竹敲咗一下地，然後慢慢講：後生仔，你查嘢查得好快，但有啲嘢知道得早未必有着數。四根企硬，但豆皮仔等唔到。你尋日同周家嘅人講30年嘅債，你一定知司徒先生同周家之間嘅底細。盲公陳沉默咗一陣，終於開口：我同司徒先生原本係師兄弟。呢句話一出，連陳伯公都瞪大眼。盲公陳繼續講：
我哋後生時跟同一個師傅學陰陽術數，師傅係個有道行嘅人，教我哋術數要用嚟幫人積陰德。師徒天資聰穎，學得快，但佢心術唔正，總想用術數揾大錢，操控人。師傅臨終前將一本《陰符鎖魂錄》傳咗俾我，冇傳俾佢。師徒因此懷恨在心，從此同我斷絕師兄弟關係，獨自去咗佛山，專幫富貴人家做陰事。佢練屍游紅繩嘅手法就係出自《陰符鎖魂錄》。四根追問：咁佢當年練黃四妹嘅繩，你知唔知？盲公陳點頭。我後知後覺，黃四妹死後，我聽聞有人用鎖魂繩捆住佢腳趾，手法似我師門嘅路數。我已經懷疑係師徒，但我嗰陣已經離開佛山，冇證據，亦冇能力追究。之後幾十年，我四處打聽師徒嘅動靜，知道佢一直幫周家睇風水、做陰事。周家靠佢嘅術數，生意越做越大，家宅亦安寧。但周家嘅安寧係用陰邪術數換返嚟嘅，遲早要還。佢頓咗一下。直到幾個月前，我收到風，話周家近呢一兩年運勢急轉直下，生意失敗，家人病痛，家宅不寧。周老夫人驚到病咗，周世雄四出揾師徒求救。師徒同周家講，要用當年嘅鎖魂繩，將黃四妹嘅怨氣吹到最烈，再用一條生魂做引，將怨氣轉化為護宅之力，就可以保住周家氣運。四根聽完，背脊寒氣直衝腦門。佢要用豆皮仔嘅生魂做引。盲公陳沉重咁點頭，佢要嘅唔止係紅繩本身，而係紅繩纏住一個生人之後，嗰個生人嘅魂魄會同黃四妹嘅怨氣糾纏，再喺特定時辰將生魂抽離，就可以達到佢要嘅效果。豆皮仔係意外嘅宿主，但對師徒嚟講，邊個都一樣，只要係細路，魂魄純正就啱用。陳伯公聽到呢度，拍台企起身，豈有此理！周家為咗自己屋企，就攞人哋條命教飛。我白泥涌嘅細路，唔輪到佢喐。盲公陳嘆氣：陳伯公，師徒唔會理你邊個村嘅細路，佢做得出練繩，就做得出抽魂。而家最緊要嘅係喺師徒喐手之前，將條紅繩除落嚟。四根問：點樣除？盲公陳從衫袋摸出一張黃符紙，上面畫滿朱砂符文。呢張係解鎖符，必須喺紅繩源頭，即係黃四妹嘅屍骨所在之處，同時焚燒，先至可以解開繩上嘅鎖魂術。但而家黃四妹嘅屍骨俾師徒移走咗，一定收藏喺某個地方。我估師徒會將佢嘅屍骨收喺周家嘅陰宅或者祠堂底下，淡樣先可以就近利用怨氣。陳伯公即刻話：我即刻叫人去佛山周家查。盲公陳阻止：你查唔到，周家高牆深院，師徒又喺嗰度，你未埋身已經俾佢發現。要揾屍骨，只有一個方法，跟住條紅繩嘅感應。佢轉向四根：後生仔，你要帶住豆皮仔去白泥涌口嘅亂葬崗舊址，因為條繩係喺嗰度練成嘅，即使屍骨移走，繩同原先嘅墓地之間仲有殘餘嘅聯繫。我喺嗰度設壇，用解鎖符引繩歸位，就可以感應到屍骨真正嘅藏處。四根即刻行動，佢去周素屋企，將豆皮仔用被單裹住，抱出門口。周素喊住上跟，四根話：周素，你留喺屋企等消息，我同陳師傅會帶阿福返嚟。周素跪喺門口，雙手合十，嘴入面不斷念菩薩保佑。四根抱住豆皮仔行去土地廟。盲公陳同陳伯公帶住幾個後生仔，抬住香案、黃紙、香燭同法器，一齊去到涌口土地廟前。天色依舊陰沉，口雲壓到好低，衝面嘅風比平時大，吹到廟前嘅芒草沙沙作響。盲公陳指揮眾人將香案擺好，上面鋪黃布，放好香爐、三生、五果，仲有嗰張解鎖符。佢叫四根將豆皮仔放喺香案前面嘅草席上，然後自己坐到香案後，閉目念咒，咒聲低沉而急促，好似風穿過石罅嘅聲。念到一半，盲公陳突然睜開佢嗰對空洞嘅眼窩，雖然佢冇眼珠，但四根感覺到有一股凌厲嘅目光射向自己。盲公陳大聲講：將豆皮仔左手舉起。四根即刻照做，將豆皮仔嘅左手托高，手腕上嘅紅繩暴露喺空氣中。紅繩喺呢一刻好似有生命咁，微微跳動。繩尾嗰刻即散出一股腐臭嘅氣味。盲公陳用竹頭點住解鎖符，口含一口法水，噴向符紙，然後將符紙點燃。火光一閃，符紙燒成灰燼。佢將灰燼灑向豆皮仔手腕嘅紅繩，大喝一聲：解！灰燼捉到紅繩
紅繩嘅繩結忽然鬆動，好似有人喺裏面解開。豆皮仔嘅身體猛地彈咗一下，嘴入面發出啊一聲，然後又軟落去。紅繩從佢手腕脫落，掉喺草席上，但仍然微微扭動。盲公陳即刻用黃布將條繩包住，再喺外面紮多一層紅線，然後對四根講：繩已解，但屍骨未歸，怨氣未散，而家要跟住條繩嘅殘餘感應，揾到屍骨。佢將包住紅繩嘅黃布包遞俾四根，你揸住呢個包，閉上眼，集中精神，感覺到有股力拉你去邊個方向，就講出嚟。四根接過布包，掌心一陣冰涼，佢合埋眼，摒除雜念。過咗約莫半盞茶功夫，佢隱約感覺到手掌心有一股微細嘅牽引力，好似有條線輕輕扯住佢。方向係東南，佢睜開眼，講：東南。盲公陳點頭，東南就係佛山方向。周家喺佛山鎮東南面，屍骨一定喺嗰度。陳伯公即刻話：我派人去佛山。盲公陳阻止：唔使派人，司徒一早料到會有人跟住條繩揾到周家，佢肯定設咗局等你哋入，但佢算漏一樣嘢，我仲喺度。佢對四根講：後生仔，你同我去佛山，其他人留喺白泥涌，保護好豆皮仔同條村。周家可能會派人嚟搞事。陳伯公吩咐幾個後生仔守住村口，又叫人去通知附近幾條村嘅鄉勇，以防萬一。四根同盲公陳撐艇出發，沿白泥涌轉入珠江支流，向東南撐去。雨勢時大時細，風逆住艇頭，撐得好辛苦。四根一邊撐一邊問：師傅，你同司徒師兄弟一場，你覺得佢會點樣佈局？盲公陳坐喺艇尾，盲公竹橫放膝上，佢為人陰險，中意聲東擊西。佢會喺周家門口設一個假陣，等你以為屍骨喺祠堂，事實上佢會將屍骨放喺一個你諗唔到嘅地方，可能係周家嘅井底，或者花園假山之下。總之，佢一定會用術數遮住屍骨嘅氣息，等你到咗都揾唔到。四根咬咬牙，無論點，我都要揾到。撐咗大半日，黃昏時分，佢哋到咗佛山鎮外圍。周家嘅大宅坐落喺鎮東南一片高地上，青磚高牆，大門緊閉。門前石獅子嘅眼珠用紅漆點過，望落有啲詭異。盲公陳叫四根將艇泊喺附近一條暗涌邊，兩人上岸，趁住夜色摸近周宅後牆。盲公陳用盲公竹探路，繞到周宅後花園嘅圍牆外，停低，細聲話：屍骨嘅氣味由花園入面傳出嚟，司徒應該將佢收喺花園某處。四根問：點入去？盲公陳從衫袋摸出一條鐵線，彎成一個勾，交俾四根。後牆有個狗洞，用鐵線撬開鐵閂就可以入。你入去之後，見到花園中間有棵老槐樹，樹底下就係陣眼。四根接過鐵線，找到狗洞，果然有個鐵閂生鏽嘅小門。佢用鐵線撬開，側身轉入花園。花園入面雜草叢生，顯然好耐冇人打理。中間一棵老槐樹，枝葉茂密，樹幹粗到兩個人合抱唔埋。樹底下嘅泥土有翻動過嘅痕跡，新泥同舊泥顏色唔同。四根行到樹底，蹲低身用手撥開泥，冇幾深就摸到一塊硬物，係一塊青石板。佢用力將石板掀起，下面露出一個淺坑，坑入面放住一個細嘅瓦甕，甕口用紅布封住，紅布上面畫滿符文。四根將瓦甕捧出，揭開紅布，入面係一束灰白嘅骨殖，骨殖上面纏住幾縷黑色嘅長髮，同冲面見到嗰處頭髮一模一樣。四根心入面一緊，呢個一定係黃四妹嘅屍骨。就喺佢準備將瓦甕包好帶走嘅時候，花園入口傳來一個陰沉沉嘅笑聲。果然嚟到，師兄，你好耐冇見。四根猛然回頭，見到一個身穿黑色長衫嘅瘦削老人，面白無鬚，雙眼細長，目光陰冷，正係司徒先生。佢身後企住兩個壯漢，各揸住一把鐵尺。司徒先生望住盲公陳嘅方向，冷笑：師兄，你以為我唔知你會跟住條繩揾到嚟？我等咗你好耐。當年師傅將陰符鎖魂錄傳俾你，我等咗30年，終於等到你親自送上門。盲公陳企喺原地，面色平靜。師徒，你為咗一本書害咗一條人命，而家又想害多一條細路，你嘅術數學嚟何用？司徒先生陰陰笑：術數就係用來操控人，得利益。你嗰套仁義道德，呃到師傅，呃唔到我。今日你嚟得就唔好走。佢一揮手，兩個壯漢向四根同盲公陳衝埋嚟。四根將瓦甕護喺懷中，退後一步，但盲公陳忽然大喝一聲，將盲公竹嘅銅頭對準司徒先生，
捉身一陣，發出一聲尖銳嘅笑聲。司徒先生面色微變，向後退咗一步。就係呢個瞬間，四根抱住雅甕向九洞方向衝去。佢心入面只有一個念頭，將黃四妹嘅屍骨帶返白泥涌，完成解鎖儀式，救返豆皮仔。身後傳來司徒先生嘅怒喝同追逐嘅腳步聲，四根頭都唔回，轉出九洞，衝向沖邊停泊嘅小艇。佢跳上艇，將雅甕放好，用力撐槳，艇身如箭離弦，駛入黑暗嘅水道。身後周澤嘅燈火漸漸遠去，但四根知道呢場仗只係剛剛開始。四根撐住艇，逆住夜風向白泥涌方向狂撐。身後的周澤火光同人聲漸漸遠去，但水道上並非只有佢一隻艇，撐咗唔夠半個時辰，佢聽到後面傳來另一支槳撥水嘅聲，回頭一望，夜色中隱約見到兩三隻小艇載住人正加速追嚟。司徒先生嘅人追到上水，四根咬實牙關，將槳撐到最盡，艇身兩旁嘅水花濺到面上，但後面嘅艇越追越近，其中一隻已經追到距離佢不足10丈。就喺四根心入面焦急嘅時候，前面水道轉彎處亮起幾點燈籠光，燈籠下幾隻平底艇橫列排開，攔住水道。四根心中一沉，以為係周家嘅埋伏，但燈籠光影近，佢睇清艇上企嘅人係陳伯公、萬福叔，仲有5、6個榕樹頭嘅後生仔，手持鐵叉同鋤頭，個個面色緊繃。陳伯公大聲喝：阿根過嚟！四根將艇撐近，陳伯公一手拉住佢嘅艇纜，同時對後面追嚟嘅艇大喝：前面係白泥涌，外人再前進就係犯我地界。後面追嚟嘅艇見到有備而來嘅村民，速度慢落嚟。其中一隻艇上企住一個壯漢，正是尋日喺沙頭虛截四根嗰個。壯漢隔住水道大聲講：陳伯公，我哋只係追返屬於周家嘅嘢。陳伯公大聲回：周家嘅嘢？呢度係白泥涌，冇周家嘅嘢。你再前一步，我哋就當你犯村，到時唔好怪我哋唔客氣。壯漢見陳伯公身後嘅村民個個揸住武器，面色不善，猶豫一陣，終於揮手示意掉頭，幾隻艇緩緩後退。隱入夜色中，陳伯公鬆口氣，對四根講：快返土地廟。成隊艇護送四根返到白泥涌口，泊好艇，眾人行去土地廟。廟前已經點起幾支火把，將空地照到通明。盲公陳比四根遲一步，但佢似乎早就預料到四根會成功，已經喺廟前準備好第2個香案，上頭放住一沓黃符、一個瓦盤同一個銅鈴。豆皮仔仍然瞓喺草席上，面色比朝早好咗少少，但依然蒼白，呼吸淺。四根將瓦甕捧到香案前，小心放低。盲公陳行到瓦甕前面，伸手摸咗一下甕口嘅紅布符文，面色一正，係佢黃四妹嘅骨殖喺呢度，而家要將佢重新安葬，同時焚燒鎖魂繩，先至可以徹底解開怨氣。佢吩咐四根將包住紅繩嘅黃布包打開，取出紅繩，擺喺瓦盤入面。盲公陳點起3炷香，對住瓦甕同紅繩念誦咒文，咒聲比喺土地廟解繩嗰次更加長，更加沉，好似從好深嘅井底傳上來。念到一半，原本平靜嘅夜風突然變大，吹到火把嘅火焰向一邊倒，吹到芒草彎晒腰，吹到香案上嘅黃紙飛起。四根感覺到一股寒意從地面滲上腳底，好似有嘢喺泥土入面流動。豆皮仔嘅身體忽然抽搐一下，嘴入面發出模糊嘅聲，但冇睜眼。盲公陳不為所動，繼續念咒，念到最後，佢將銅鈴搖響3聲，然後將3炷香插喺瓦甕前嘅香爐中。佢對住瓦甕大聲講：黃四妹，你嘅冤屈今日有人知，你嘅骨殖今日歸位，你嘅紅繩今日化去，你安心去，唔好再留戀陽間。講完，佢將瓦盤入面嘅紅繩點燃，紅繩着火嘅瞬間，火苗變成暗藍色，發出嘶嘶嘅聲，繩尾嗰撻黑跡喺火中爆開，散出一陣濃烈嘅焦臭味，但臭味只持續咗幾息就消散。火苗轉為正常嘅黃色，將紅繩燒成灰燼。與此同時，豆皮仔嘅身體猛地一震，然後軟落去，呼吸突然變得平穩，面色由蒼白轉為紅潤，嘴唇亦恢復血色。佢嗰對緊閉嘅眼簾微微顫動，似乎就快醒。周素撲上前，抱住個仔，淚流滿面。四根跪喺香案前，成個人好似散咗架擔，但心入面有種從未有過嘅鬆動。盲公陳吩咐眾人將瓦甕移去榕樹頭嘅祠堂後方，
喺祠堂後院重新掘一個坑，將王四妹嘅骨殖安葬，立咗一塊簡樸嘅木牌，上書王氏四妹之墓。入葬嗰陣，天色開始發白，厚雲散開，第一線晨光照到木牌上，濕漉漉嘅泥土散發出清新嘅氣味。之前一直縈繞喺涌邊嘅腥味同寒氣，消失得無影無蹤，成件事似乎就咁完結。豆皮仔當日下晝就醒返，認得人，識得叫阿媽。左手手腕只剩一條淺淺嘅紅痕，但冇痛冇癢。過咗幾日就褪晒。周素帶住豆皮仔去祠堂後院，向王四妹嘅木牌上咗3炷香，多謝佢放過豆皮仔。村入面嘅怪事從此停止，再冇人見到紅衫影，冇人見到沖面浮頭髮，沖水回復清澈，連魚都多返。但四根嘅心入面仲有一個結未解。司徒先生，佢問盲公陳師傅，司徒會唔會再嚟？盲公陳嗰日之後就留喺榕樹頭，暫住喺陳伯公屋企。佢聽到四根問，用盲公竹敲咗2下地，然後講：司徒嘅所魂繩已被燒毀，佢練咗30年嘅心血化為烏有。佢嘅術數雖然厲害，但冇咗條繩，佢就冇咗操控王四妹怨氣嘅媒介。周家唔會再請佢，因為佢失咗手。周家只會當佢冇用。司徒呢種人，一旦冇利用價值，就乜都唔係。佢會揾地方匿埋，唔敢再露面。四根再問佢同你師門嘅恩怨呢？盲公陳沉默片刻，師傅當年將陰符鎖魂錄傳俾我，唔係因為我天資高，而係因為我應承過師傅，呢本書入面嘅鎖魂術永遠唔可以用嚟害人。司徒違背咗師門嘅規矩，佢嘅下場就係佢嘅選擇。後生仔，人有時會行錯路，但行錯之後有冇反轉頭嘅心先至最重要。司徒由始至終都冇諗過反轉頭。幾日後，一個消息傳到白泥涌佛山周家嘅大宅，一夜之間大門緊閉，周老夫人病逝，周世雄變賣家產，舉家搬走，唔知去向。有人話佢哋生意失敗，債主臨門；有人話係周家風水破咗。總之周家就咁散咗。四根聽到呢個消息，心入面五味雜陳。佢諗起王四妹，一個窮艇戶嘅女仔，因為貧窮被人賣走，因為身份卑微被人糟蹋，死後30年，條繩仍然鎖住佢嘅怨氣，直到燒成灰燼先至得到安寧。而周家即使有錢有勢，請得起陰陽先生，養得起術士，最終都係敗落收場。呢個世界似乎真係有天理呢樣嘢。又過咗半個月，白泥涌嘅秋意漸濃，榕樹葉開始變黃，涌面嘅風涼爽咗好多。豆皮仔完全康復，成日喺村口追住其他細路玩，又變返以前嗰個手多多嘅百厭仔。周素為咗多謝四根，車咗一件新衫俾佢。梁氏嘅眼仍然蒙，但佢話呢排聞到沖水嘅氣味乾淨咗，連瞓覺都安樂啲。四根恢復咗平日嘅生活，耕田、打魚、撐艇載客。但佢每次撐艇經過涌口土地廟，都會放慢掌速，望一下廟側嗰片重新填平嘅泥地。王四妹嘅骨殖安葬喺祠堂後院，但土地廟前面呢個位，始終係佢最後停留過嘅地方。有一日黃昏，四根撐艇載一個老婦人過涌，老婦人笠住頭巾，遮住大半塊面，上艇之後一直冇出聲。四根撐到對岸，老婦人落艇前，忽然講咗一句：後生仔，你係好人。四根一聽，呢把聲有啲熟，沙沙地似曾相識。佢猛然記起黃伯娘講過，有個笠頭巾嘅神秘女人去觀音廟報信，話王四妹嘅墳俾人掘過。佢想追問，老婦人已經行咗上岸，走入田基小路，轉個彎就唔見咗人。四根企喺艇頭，望住佢消失嘅方向，心入面浮起一個疑問，但隨即又釋然。呢個世界有啲人做好事唔想留名，有啲債還咗就唔需要再提。王四妹嘅事，佢唔會再追問落去。嗰晚，四根食完飯，同阿媽坐喺門口乘涼。梁氏忽然講：阿根，你早排忙成咁，都冇問你做咩，但阿媽知你去做正經事。四根笑住答：阿媽，我淨係覺得做人但求心安。梁氏點頭：心安就好。人嚟呢個世界，窮有窮嘅路，富有富嘅路，但條路行得正唔正，心知肚明。舊時王四妹冇人幫佢，而家有人幫佢入土為安，佢喺嗰邊都可以安樂。四根望住涌面倒影嘅月光，冇再出聲。榕樹頭嘅夜晚，終於回復咗佢記憶中嘅平靜，只有涌水輕輕拍岸嘅聲，同遠處田基傳來嘅幾聲蛙鳴。四根知道呢件事雖然完咗，
但佢會記住一世人，記住一條紅繩可以鎖住一條怨魂30年，記住一個細路可以因為大人嘅貪念差啲冇命，記住一個窮艇戶嘅女仔喺死後30年至等到一個公道。做人千祈唔好做虧心事，因為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呢個道理，白泥涌嘅水會記住，榕樹頭嘅風會記住，四根同佢以後嘅子孫都會記住。